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的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研究第80号美食有10篇文章。今日同大家来做个共同研究的呢，就是客家装生词个语言个特殊的素材，迄存呢这个，也就会讲啊，一个装生词，个按样的来，来了解读能做得安尼哈。好，我哋嘅课文，我哋读文大家就聽。一個聲音經過耳孔，又在口表達嘅意思啊，嘅語言係語言表達嘅一部分，但係人類各族群呢語言表達啊，在同一個聲音喎。所發出來嘅聲音是一樣，但是聽起來講出來嘅話語啊，表示從裝生詞啊，多少有不同嘅素材哦。就像打字炮一樣嘅，但係客家話就講嘣嘣嘣安尼嘣安尼，河洛話呢就講砰不一樣砰安尼。按華語咯，華語就砰，破風砰安尼嚇。按英語呢就講 bang， 所以講啊，個嘣、bang、嘣、bang 等等都係打字炮嘅個聲嚇。但是同樣一個聲，但是所用法講出來嘅話就冇相同嘅，也可以講得族群不同。而所用嘅裝生詞類語言也就不同哦。客話語言雖然有多種，四海太平安等，但係在裝生詞嘅語言方面呢，不論是聲調也係韻等三方面啊，都會完全相同。但又有文化嘅規則性同文化性，由此可證明，一個證明南客北客四海太平安都係強家人。像一個邏輯上嘅裝生詞呢，做理嘢，你先來講本大家嚟談看啦，是呢討論。裝生詞嘅聲音到底係樣嘅？第一，裝生詞分為兩種啊，一種就係講啊，這種錄語嘅時就講嗶哩波羅啊，嗶哩波羅，有在定義講啊，嗶波波嚇，嗶波波那個兩種講法吧嚇，嗶哩波羅。同嗶嗶啵啵嘅意思是相同。第二個呢，就講啊，嗶哩啵羅錄太嘅聲，個聲音來講啊，韻母就第一個啦嘛，就嗶啵一嗶啊，啵一嗶，同第三聲嘅啵啵啊啵都係相同啊。第二呢。哩那個羅伊哩同第四聲嘅那個羅呢，都係用羅嘅音。再講第三，這個嗶哩波羅，一個是錄太嘅聲啦，所以第一個 B 同第二個哩都係用 I、E 啊做韻母。第一個同第二都係做韻母，第三一個第三嘅波同第四個羅，都係用 O 做韻母，也就係講啊，韻母一同二、三同四是相同，按個聲母嘅時間呢，也係同啊一三，一三。二四相同安尼，
好，我哋再嚟看那個落太爺上嗶哩波羅，因為一個你當然落太爺嘅個所講啊嗶哩波羅落個太爺，第一所有嘅客語四則詞嘅狀聲詞，二條都係天上，一個冇天以上嘅，好落嚟講啊，是嗶哩波羅。客家呢個稀里嘩啦哦，我哋客家話就個嗶哩波羅哦，風吹下來啦，稀里嗦囉哦，稀里嗦囉哦，好一個完全就天上冇天以上嘅嚇，一個第四嗶哩波羅係落喺以上啦，所以佢所頭都所講啊，所有客家四則詞嘅。狀聲詞語音條都係天上。第二，三則詞嘅狀聲詞呢，嘅語音嘅規則有個神奇哦。先講啊，三則詞調嘅叫話嚇，咕咕咕嚇，咕咕咕安尼嚇咕咕咕咕，一個唔係狀聲詞哦，一個咕咕咕是這個那個調嘅叫為上。客語同華語嘅第三聲同第四聲嘅發音是不相同嘅嚇，一個大家了解。第三聲同第四聲，第三聲係客家話第三聲是一個真正嘅玻璃，璃落一璃，按個字咯，這個落一璃冇相同。第四聲。落一哩，安尼也就關語，安尼客家話就落一哩，安尼哩同哩一個字嘛冇相同哦嚇，所以我哋嘅第三聲同第四聲冇相同。後來也就繼續再講個彈詞嘅上調第四聲，親像一個有個變化同國語嘅相同樣，第四聲是個惡嘅聲啊嚇，客語一般上調係。重音到大音，但係加從語氣嘅時節啦，係用高音到重音，一點同華語嘅第四聲完全相同嚇。所以我哋嘅第四聲同一個期末班嘅時節講嘅第四聲同嘅通常講嘅第四聲啊，係冇相同嘅，一點大家請大家研究一下嚇。第二。客家狀聲詞嘅有13個特徵，哪13個咯？客家狀聲詞分為兩種，頭都講過嘅嚇。嗶嗶啵啵嚇，有等於就嗶哩波羅一個聲音啊。一個第五同大家說明嘅，就比如就是講啊，第一嘅嗶同第三個波。重複一次啊，嗶嗶啵啵，也就等於嗶哩波羅嚇，一個就是講啊，嗶哩波羅同嗶嗶啵啵有相同冇？相同嚇。第六，所以一個嗶嗶啵啵狀聲詞時間呢，本研究所是有28條，嗰啲啊託本大家談，一個狀聲詞，第三個同第四個聲母都係固定用一個音。嗶哩波羅、稀里嗦囉、嘰里咕嚕，全部都一個音第三個嚇，那個第四聲嘅這個高音到重音，一個是華語，俺哋嘅客語呢是由一個重音到大音，親像一個口海，一個很明一個口一個海嘅。一個語國語係海，按我哋客家話講海，而且狀聲詞只有讀有數片嘅邊，有邊讀邊啦，有邊讀邊，一個海，一個第四聲中聲到大音咧，客語嘅口音是有數片嘅啊，嗰度讀客詞。反正但是唔係講全部要狀聲詞人嚟講哦，但是其中啊一個口一個
遣使就是配哦，叫一个配嘅上言。第八，客家四海太平安，唯一共同嘅语言就是冲长词。至于冲长词，不管伊系上条韵母、上母、韵母条啊，都系相同一致。第三，第九，物类嘅冲长词都系四上嘅四种上，第四嘅上音嘛，四嘅上音啊。像讲哔哩波罗、稀里嗦啰、叽里咕噜安尼音哈，同我的上呢，就只有3字，没有个中长词啊，嗰啲啊，能对读本大个堂。第十，唔咩神松神对个中长词啊，米行嘅米语嘛，就像讲啊，右边嘅最后字。上母必须是那个音啊，最后字。那喺读到伊嘅时间呢，必须省略下，因为倒存、抽存、顺记。以下呢，实例讲本大家嚟做个参考，就是讲啊 ，LIA 会变成嘅 I 省略下，而且那个略东西略会变成拉啊，略会变成拉。佢都讲略会变成拉，略 LIAG 啊拉啊略会变成拉哦，个 I 省略。第12，第11，一个客家四则字音同一个语文字符号啊，也同一个语深度里所讲的用上嘅讲出来嘅话，就是说。语言嘛，就是语，按用母做可能呢，就是按照语啊，乜个按照没有冇语咯，就是这个谈啊谈唔实，看啊看唔实，一个这个没有冇语啊，哈。冲长词，冲长词，哔哔啵啵就等于哔哩波罗，佢都讲过啊，哈。客家诗人嘅冲长词嘅形容词，这个波波滚。一个让个中长词变成形容词啊，一个就讲啊，哔哩波罗的时间变成形容词个时间呢，就这个波波滚啊。河洛话呢，这个波波叫，用叫啊啊，冇做讲啊，波田波梯哦，波田波梯，用第三德式哔哩波罗的波重复用多变成个来滚。冇错讲啊，用第三德式讲啊，落雨到啊，波田波梯哦，波田波梯啊，个波，四则式个波啊，嗰都是形容词哈，冲长词让它变成形容词。第12，客家诗人嘅个波啊，哈。波嘅，按汇率嚟讲呢，要形容词唔系中长词哦。形容词嘅时间，波，汇率呢就个波，一个是形容词啊。俺人所讲嘅中长词，一听就全部听一样，有上条嘅呢就会变成形容词安尼。第43。右片听语上记讲啊，哩啊，有一个音调出来，系依照个其他嘅听语嘅韵母加上那个音安尼哈。好来，我哋再来看第3呢，一个客语中长词嘅实际嘅理解，一共有29个，嗰啲呢，读本读个堂，实体物类。欧美神奇中长词又系客家语言之一咯，经常纵向全大家共同下来做研究。第一个人讲啊，哔哔啵啵就等于哔哩波罗哦，一个有数片有些一个波波模糊的注音哈，咁喺冇入上市嘅时间呢，就写会出哈。以大强就业咧，
黄个滚水个水类哦，一个风吹嘅做一个团练个，雨来噼里啪啦，风来稀里嗦啰，迄嘛个喏，就系强调啦，强调落雨吼。后来听伊哔哔哔啪啪啊，有按到哔哩啪啦，哦，好嘅这个就提得讲啊，一个头都所讲诶，中间的爱呢，为所谓省略开，哔哩啪啦应该是呢，但是变成哔哩啪啦啊，一个那个偶下巴是的，哔哩啪啦，没哔哩啪啦的哈，偶下巴都是同个时间哦，偶下巴时间哔哩啪啦哦，哦，第三呢，哔哔叭哔哔叭叭啊，哔哔叭叭，有按到哔哩叭啦哈，哔哩叭啦，五个吹水风，啊，就来就去变来变去，哔哩叭啦哈，一个 T 呢就哩哔哩叭啦哈，哔哩叭啦，第四个呢，哔哔啪啪哈，哔哔啪啪啪，奥数字的时间啊。就如果数字为哔哩哔哔哔哔哔，按摩的哔哩哔啦，哔，本来是哔哩哔哩，但是突然变成哔哩哔啦啊，安尼起呢哈，哦，奥数字的上有用那个上哈，数字的上是哔哩哔啦啊，哦，等下来看，汉语西安连环嘅按那个连音式啊，个神奇。那个翻译讲啊，又是这样子啊，有客话讲有讲咯，关于讲又是这样子啊，客家话就讲啊，又系安尼也呀，安尼也有，又系安尼也有，安尼也有，哦，安尼也无，安尼也无，安尼啦哈。好，我再重述一遍，又是这样子，客家话讲，又是安尼也无，又是安尼也无，哈，呢是一个北部乡亲呢，以用宰字，又有些吧不对，冇嘛促销哦，这宰字头前是名词，冇得动词，一个地呢就是。用头前是形容副词头前是形容词动词安尼，呢啊，许多头前嘅音头都所讲过安吼，好，一睇人哋冇讲，但係一下嚟讀一個28嘅音嘛吼，28嘅音一個大家嚟做一個參考，一個前頭講啊，一個落太野上，嗶哩波羅。哦，有時嗶哩波落，嗶哩波落，哦，嗶哩波落落太，突然間落太野上啊，變成嗶哩波落，啊，但是也有一面度，迄馬虎甲牙虎佢冇相同哦，後來第六個就講啊，乒乒乓乓，有按啊，乒鈴乓啷，叫大字拋為上啦。乒鈴乓啷，乒鈴乓啷，有兩種音。第七，乒乒乓乓，有個乒鈴乓啷，乒鈴乓啷，一個就狀聲詞，一頭前重複嘅同一個後尾一個呢個同時用乒鈴乓啷，一個乒鈴乓啷，一個第八，滴滴篤篤，滴滴篤篤。就有個呢滴哩篤碌一個就假最尾是在上啊，注意啊，滴哩篤碌滴滴篤篤，就變啊滴哩篤碌啊那個音母。好，11叮叮當當，叮叮當當一個叮叮當當，有呢叮鈴當亮，叮鈴當亮一個叮鈴當亮，第同第三嘅聲母相同，第二同第四嘅相同，一個第同第二嘅那個音母相同，
第三筒、第四相筒吼，大筒落尾上，喇叭叮叮当当，有个叮叮当亮，叮叮当亮吼。好，再看12，叽叽咕咕，有个呢叽里咕噜，叽里咕噜。这个是都市风有水上啊，就叽里咕噜哦。有一个这种啊，有叽里咕噜，同那个那个叽叽咕咕无意思无相同啊哈。也可以读几个时间呢，就叽里咕噜，好叽里咕噜，一个叽叽咕叽里咕噜，这个再讲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同叽里咕噜无相同哈。大多数讲啊，都几个上音就叽里咕噜，按都市风有水的时间呢，叽里咕噜，哦叽里咕噜，所以一个音嘛，一个就客家嘅创生词嘅音，也冇同对国语去哈，国语冇相同，国语是叽里咕噜，俺那客家话是叽里咕噜啊，一个中上词、状声词啊。第17，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啊，嗰草原的上语嘛，佢都話有嗰種叽哩喳啦，有嗰種叽哩喳啦啊。本來譯的是嗰種叽哩喳啦，但是以後就變成講叽哩喳啦哦，認識嗰草，所以講啊，嘅喳啦嘛，佢好講話到佢草呀，喳啦嘛。哦，就一隻嘅來嘅嗬，第3同第33就加啦，叽哩加啦，有按到叽叽喳喳哦，一個就一個中上詞。好，我哋嚟看第15嘅，一個金金公公，金金公公，有按到金鈴公龍，金鈴公龍，金鈴公龍是一個類向類公嘅省啊，哦。金鈴公龍啊，一個文字方面呢，一個冇辦法，個正聲詞最快寫用文字寫出來哈。好，第15個再講一遍，金金公公，有呢金鈴公龍的類上向類公嘅聲音。第16，咳咳咳咳，啊，咳咳咳咳。那打那個打書板那個聲音，書表嘅聲音，有那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啊哈，噼里咔啦啊，一個噼里咔啦都等於咳咳咳咳，好17，咳咳咔咔，咳咳咔咔，有那噼里咔啦，噼里咔啦，哦，那快嘅聲音嘛，噼里咔啦，那話噼里咔啦，啊。我就一個18，輕輕空空，輕輕空空，那個七上八下空水桶嘅聲音嘛，輕輕空空，有那輕靈空浪，輕靈空浪，啊嗱嗬，輕靈空浪。好，再看19，叫輕靈鏗啷，輕靈鏗啷，就是那個打那個鼓嘅種嘅聲音嘛，輕靈鏗啷。有呢，輕靈鏗亮，有呢，輕靈鏗亮，有呢，輕鏗鏗，啊呢哈，20，輕空空，有呢，輕靈空浪，哦，打鼓嘅聲音，打話輕靈空浪，啊，第21，這個水啦，腳滾嘅聲音嘅時間，啊。水潺潺的意思哈，就講啊，吱吱叫叫，吱吱叫叫，有個呢叽里叫咯，叽里叫咯啊，吱吱叫叫，有個呢叽里叫咯，潺潺流水，也就講啊，水叫叫滾，叫叫滾，啊那好，叫叫滾是形容詞啊。第22，吱吱喳喳。啊，一個調嘅聲音嘛，吱吱喳喳，有個呢嘰哩喳啦，嘰哩喳啦，有個呢嘰哩喳啦，一個愛省略嘅咧，哦調嘅，哦吱吱喳喳，哦用嚟寫，哦
个意思吱吱喳喳哦，也都冇相同嘅哦。好，头头所讲嘅呢，全部都提一上，后来再来看，还有六七咧。一个23，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哦，一个人多吵差不3字嘛，叽叽嘎嘎就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吱吱喳喳，哦，吱吱喳喳，哦，一个叫吱哩喳咯，吱哩喳咯，叫做叫掂一个那个奶啊，个3字嘛，喳啊吱哩喳咯。叫個即啲隻咯，係咪啊？一個就話一個聲音，即隻，有個即啲隻咯，一個聲音。25，稀稀疏疏，有按到稀里疏落，風吹江州入，也係沙場鬼叫嘅是這個稀稀疏疏，稀里疏落，係咪啊？好，26。淅淅沙沙，就沙場鬼叫嘅聲音，就淅哩沙啦，哦，頭度嘅是淅哩嗦咯，有一個淅哩沙啦，一個用英文所看嘅詩語，大家都記得咯。那個頭度講啊，是呢，天一嘅同天二嘅韻母相同。天二嘅同第四韻母相同，但是第三嘅第一同第三嘅聲母相同，第二同第四嘅聲母相同啊。沙場鬼叫用嚟講啊，淅哩沙沙，淅淅沙啦，冇到淅淅疏疏安尼嗬。個淅淅下做乜嘅咯？就那個谷嘅啦、頭嘅啦，下落地嘅所在是一種聲，就淅哩下啦，安尼嗬，淅哩下啦，好。第28，淅塞，哦，有淅哩塞啦，淅哩塞啦，天堂嘅頭擺嘅時間係冇喎噶，傳錯噶，都淅哩塞啦。叫我嘢淅哩塞啦，一個詳細嚟讀下嚟，喺日本人有辦法表現出嚟，淅哩塞啦，29，硬，一個硬，有個硬啦，啦。個兩片門，那個互相壓到嘅聲音嘛，就你哋壓啦，你哋壓啦，你哋壓啦，變成你哋壓啦，嘅以上呢，就是29個聲母嘅聲音嘛，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大家能夠研究好些哈。時間呢講下，今日就講到嘢隻嘅嚇，以上感謝大家，謝謝。神夢按知識要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